嗰只時間點應該係1995年，拄好前一年啊，爸爸媽媽、阿公啊成員使到我大衛所扶權，同下有一隻重新要牧民翻建嘅一隻家庭要走出來。我想講，嗰兩時拄好有隻朋友想講，我就將用去幫我去全新的吉他送我就開始嚟教啊，就想講個老人家愛講吼，後生嘅時節看到孫呢非常歡喜，就可以上長山歌。所以學細時節佢咪講喺度日本嘅童謠，用袂既然老咧，我唔是唱跳歌為他，我從細大為所有關係嘅南門坎下，而且南門坎下牛眼樹當嘅山呢，歸你叫娘娘。喺台樹下有隻阿山喺當日就個壯牛，個獨木船，先開始咧就打開一扇，從來唔是打開門，看地背面對有愛童年嘅快樂。聽到神奇的故事來寫出來，也是因生命的念頭，就真自然就更寫更多。然後去做雕塑的，做到唔係表述，但係拿到吉他情感的東西出來，就像產水已經爆出來了，有蠻人都去聽。我除了唱歌嘅，希望係分享嘅。這種分享呢，獲得很多的 feedback 回響聽不懂我在唱什麼的，甚至都會很願意坐在我面前，常常來聽我唱歌。可能我唱歌有一種心情是，跟很多歌手是不太一樣。我在說真的故事，我在描述。大家可以共振的、共鳴的一種經驗，可能是這樣，所以就會繼續寫下去啊。因為交朋友有時候也蠻快樂的，透過音樂去溝通交流，也許從朋友的身上可以找到故事去寫出來，這種經驗蠻多的。各位朋友，我係阿濤哥。我嘅模擬台灣嘅歌流行音樂會，第12月28台北茶頭，我哋有一場音樂會，請大家來哦。